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万万没有想到呀！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一定是我大招放歪了，或者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。小陶老师要上课了，叮叮。化妆打扮是必修课，什么你本来就很美的，通通都是糊弄鬼。所谓的素颜美呢，只不过是男生不认识的一种妆容罢了。总之就是天生不够，外力来凑。人家打不开，你帮人家一下下嘛。行动上要适度示弱，巧妙地学会求助，给男生显示绅士风度的机会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我才不要呢！我又不是要去勾引他。这都是历史大浪淘沙得出的真理。好了。又是这个发型啊？还是这个最适合你。好好的休息日，不在寝室待着，跑到陶艺室来做什么？还有这个伤疤，每次看到这个伤疤，我都特别的愧疚。要不是因为那次荡秋千，你醒来，你在干嘛？你才干嘛嘞？你竟然不会敲门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我这不是怕打扰到你吗？你现在没有打扰我了吗？
那什么，我周末想去一趟福利院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呀？不去。你看看你，整天洗把脸就出门，哪有一点女生的样子啊？现在拿出来，应该来不及了吧？学长，拜托拜托，冰冰。说了不去就不去，我还很多论文要写呢。你真的不去呀？别逼我出大杀器哟！监控室里弄到手的绝密资料，你说苗里后宫团的人会不会很想要啊？就这一次。说话算话。等一下，可以麻烦你明天不要算账吗？汪兰，狐狸呢？不是说好一起去的吗？那个他一早闹肚子，估计去不了了。啊，今天只有这班车到桃园。别管他了吧，你们先走吧，要来不及了。我回头陪他去趟医务室就好了。快去了，快去了。先走。走，先走吧。小唐，忘了他人呢？走了，半个小时之前坐着今天唯一的一班车就走了。你不是说今天早上宿舍6……你使诈！知足吧你！为了看着你啊，我自己都没去成。损人不利己，你图什么你？对汪兰有利就成啊！你知道吗？就为了今天，我定了6个闹钟，现在白起了。你愧疚不愧疚啊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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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了表达我的愧疚，请你吃早饭。一顿早饭就把我打发了？切，爱来不来？那我可不去。来，同学们，看我动作，举5高。年都没回来了，劈。还真是一点样都没变。出来玩玩也不错吧？你有没有印象？哪个男生没有耍过木棍啊？耍木棍？那是剑术好不好？我的剑术还是你手把手教的呢。你们在胡说什么啊？谁教过你啊？他行了吧？那个没人性、不讲义气，教我的家伙。所以你今天把我带过来，就是要让我看这个是吧？当然不是。我是带你来看看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和我的回忆。我带你去资料馆看看照片吧。啊？早些的资料都在这里了，平日里啊都没人整理，你要找的资料都在这个区域里，你们慢慢找。谢谢老师，那我们自己找了。好，我走了。谢谢。过来帮忙一起找呀。哦。这些呀，可都是有文献价值的。
你到这里倒是活泼了不少嘛。我刚来启明的时候是个胆小鬼，就是那种打雷下雨都能钻床底的那种。可是后来我认识了他。他不仅照顾我，还教会了我怎么勇敢乐观地生活下去。对我来说，他不仅是朋友，还是我最亲的人。所以呢，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？后来我被人领养，就跟他失去联系了。对了，等会儿如果找到我跟他的照片，给你显摆一下。我小时候可是个小美女。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嘛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喂，这个人跟你挺像的嘛。怎么只剩我一个人了？你不觉得那件事很蹊跷吗？照片上和我玩的小伙伴消失了，就那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我觉得呢，有可能是他从来都没出现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在跟你瞎编故事啊？可能吧。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，现在我要回去赶论文了。喂，馄饨一会儿煮好了会叫。你请个饭，我刷卡，还有没有天理？我这不是忘带了吗？还不是因为着急出来通知你啊！着急看我消化差不多吧？老毛病，照片没够。不就是一碗馄饨吗？岂止！这么些年，这么些天来，你一直对我恶意满满。这么些年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认识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要是认识你很多年，那我得多倒霉。馄饨好了。馄饨好了，我去拿。来，我的小姑奶奶。狐狸啊，你家是哪里人？我家是本地人啊。那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我家复杂的很，什么叔叔伯伯、兄弟姐妹一大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跟汪兰很熟吗？和我说说汪兰呗。汪兰？跟你有什么好讲的？你只要知道，如果有人敢对汪兰动什么歪心思，我小桃第一个不放过他。师傅，可以麻烦你绕个路吗？哎呀，这前面在修路啊，他快不了了。和我待在一起，让你很难受吗？应该不会堵太久吧？这可不好说，你看现在堵成这样子，还没有走路快呢。那麻烦你前面靠边停吧。
哟，兔子，果然是你，你来干嘛？哎呦，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了。听说他们两个又遇见了，我当然是要来看看了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轻举妄动。哎，师兄啊，干嘛这么凶啊？哎，你一脸正经样，反而是更不正经了。哎呦，不过你这身衣服倒是挺帅气的，哎，挺适合你这兔子的啊。哎呦，师兄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当年你已经错过一次，这一次你不能再错上加错。我错？哎，如果不是我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。你是知道的，他们两个是不能在一起。他们能不能在一起？在一起又会怎么样？那是命中注定的天数，不是你我二人可以随意改动的。So what？ 我们是仙哎，不能够灵活一点吗？啊！不过师兄你啊，既然心意已决，好，我们就看看谁做得对。郝月，本来以为这一次可以真相大白，谁知道会这样啊！我现在倒是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被篡改记忆了。反正苗大神一个大活人，他也跑不了。大不了以后就不用童年小伙伴这个梗了，搞得自己神经兮兮的。你也开始嫌弃我是不是？不是我嫌弃你，是我怕你被人嫌弃。被谁啊？苗里呀。是啊，我今天神经兮兮的对他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。唉，现在这种情况呀，只能慢慢攻克了。对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既然我加入基建社了，那我就得把这个没记性的硬骨头啃下来。我要让苗里知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对了，狐狸今天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怎么样？不就那个样子吗？没什么，他挺好的呀。不对，小涛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说实话，你别打我啊。今天是我略施小计，故意让他不去的，本来就是嘛。今天本来就是你跟苗大神1对1之旅，他瞎凑什么热闹？去，谁跟他1对1了？你别胡说啊！嘴上不让我说，心里是不是？没有。你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刚才，小桃，我感觉有事情要发生，你帮我盯着点，我出去遛个好。你疯了？那个女魔头一直盯着你呢。今天是不是有个友谊比赛？是吧？不过没说新社员要参加呀。王兰，虽然我不期望你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但你老是逃课，我可帮不了你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击剑社比赛，苗里会去吧？我得去看看。走你的，这里交给我，寇正义，我再来。陶小桃，你想溜哪去啊？你要上天吗？老师，我想吐。老师，
我肚子疼，老师我头疼头晕，哎，我不行了。预备，开始。速度，4动得分，1分5比1，比赛结束，左方获胜。恭喜你啊！哦，谢谢。你等下就留下来呗。啊？作为一个替补，打扫场地应该也是你的职责之一吧？哦。苗里，教练有事情找你。苗里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10岁不年轻，是一的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